安平跨港大桥经过地方多年争取，将会伫中央的补助要来开辟，希望伫安平摒观光的同时解决塞车的困境。不过因为工程已经2摆流标，加上总经费增加到18亿3000多万，互嘉隆界发言人童晓云发表重新检讨的言论。对处南区、安平区的议员烦恼这番的言论，伫选举期间会被外界以主动建设来做文章，所以联手开记者会澄清，强调重新检讨就是互伊搁较好，无分党派，全力出现。重新检讨是想要这条跨港大桥更好，大家各位咱这好朋友尤其地方想要选议员的这好朋友你们不要乱解读啊！要重新检讨，是要把它检讨更好。重新检讨并不是不做。我想我们3位国民党籍在地的议员，我们一定全力监督下一任的市长，一定要尽速的开工，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安平区的经济命脉，甚至关系到我们安平伫假日的时阵交通拥塞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条跨港大桥是势在必行。重新检讨是希望让我们的整个工程能够更加的务实，而且更加的完美。因为我们已经流标2次了，我们为什么流标2次呢？师傅，你这边是不是要检讨？我们因为在讲的流标2次，你是不是要检讨一再的去检讨？让它跟这个工程能够落实，赶去执行。对此，市长候选人嘉隆界嘛不满外界放毒，强调国民党绝对袂主动建设，不过预算无合理增加建设案，一定会严格审议，无用温官商勾结。建设不是不能做，对不对？可是当这个腐败、官商勾结的政府所发包的工程，刚好在这个当下是过度，有这个时机点可以进入重新审视，这对于工程呢也不会延宕。你查到有弊端的时候，那个标是可以废标的，为什么？就算你开标也可以审视，怎么不可能审视呢？因为我们没有执政权所以顾在兵前往，我当选我一定要审视的嘛，难道不能审视吗？你发包了有问题的工程不能审视吗？你们怕什么呢？所以民进党不要害怕，大家公然面对。安平在地长期假办的跨港大桥，根据干部局表示，只要10月底顺利招标，115年就当完工。但新闻，阮是林英根采访报道。